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李淳罡所在的江湖只他一人无敌。江湖虽大，却大不过他手中的剑。他之后，王仙芝自称天下第二，无敌一甲子。王仙芝之后的江湖，看似徐凤年风光无限，实则四大宗师各有长处。真正逍遥自在、无牵无挂的，唯有邓太阿一人。邓太阿是剑客圣地吴家剑种的私生子，从小在外流浪，6岁时被吴家带回了家族，按照宗门规矩，被丢在了剑山之上，自生自灭。当时徐凤年的母亲吴素也在剑山上修行，见到自己这位远房表弟，在邓太阿将要饿死时，给他送过饭，教导他练剑，因此对他有一饭之恩的授业之恩。吴素没曾想，自己这一培养就培养出一位后世无敌的剑仙，因此邓太阿剑道大成后，对吴家剑种没什么感情，但是却对吴素这位远房表姐十分的感激。只是两人自从剑山上一别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。白衣案爆发时，邓太阿没来得及赶上，导致吴素遭遇围攻，落下了病根。吴素死后，邓太阿一直心有愧疚，当年受了吴素的恩情，而今也只能报在徐凤年的身上，这也就是旧帮义次的由来。剑道大成，邓太阿击败了吴家剑魁，离开吴家，走入了江湖。从此以后，江湖上多了一位倒骑毛驴、手持桃花枝的桃花剑神。邓太阿不像李淳罡一样走的剑道，而是江湖人称下乘的剑术正道，将剑术运用到极致，一手指玄秘术天下第一，指玄境无敌的存在。曾3次上五帝城头挑战王仙芝，3次求败却不败，和王仙芝同境界战斗，不上也不输。这位新晋剑神不像李淳罡那样来的无敌和震慑人心，他出手的次数寥寥可数，知晓他真实实力的人并不多。徐凤年初次见他还是在五帝城时，此处也是邓太阿旧帮义次开始之处。一直给人神秘感的邓太阿，直到徐凤年2次游历江湖登上无帝城时，才出现在众人身前。名震天下的桃花剑神，竟然是个相貌平平的中年汉子，丝毫没有绝世高手的风范。不过动起手来却是雷厉风行。面对无帝城的6名武奴，邓太阿6剑钉杀6人，将自己温养的12把飞剑送给徐凤年后，又以剑阵逼得对徐凤年出手的赵宣素狗急跳墙。在赵宣素元神想要飞升仙界时，飞剑将其元神钉杀，以天象境杀死了陆地神仙级的赵宣素，第一次让人看到了他的实力。在告诉徐凤年吴素对他的恩情还有自己的身份后，报了恩情的邓太阿便去到北莽挑战各路高手，将北莽的宗师给打了个遍呢。和北莽军神拓跋菩萨一战时，因境界不足落入了下风，借了李淳罡剑道开山一剑进阶陆地神仙境，境界上来后和拓跋菩萨打成平手。剑术剑道，邓太阿将术修炼到了几近道却未曾达到的瓶颈。李淳罡的那一剑给他送去了剑道感悟，并不是让他改换道路转修剑道，而是让他见识到了剑道巅峰的风景气象。之后的邓太阿寻访海外仙山，砥砺自己的剑道，修成了为剑而生、为剑而死的心境，真正成为1000年来剑术第一、杀伤力第一的新剑神。但是剑客怎能没有剑呢？身为桃花剑神，能配得上邓太阿的剑，可不是一束桃花枝，而是他的本命之剑——太阿剑。邓太阿是雪中江湖1000年以来杀伤力第一、剑术第一的存在。那么最巅峰时期的他，杀伤力到底有多强呢？最经典的一战又是哪一战呢？金刚境无敌的李当亲曾言，这个天下能够破开他防御的，只有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能够做到。在巅峰邓太阿面前，就算是佛门大金刚也像纸糊的一样。无极剑种曾见数万，剑山之巅曾有4把神剑，太阿剑便是其中之一。当年邓太阿在剑种历练时，这把剑便选上了邓太阿作为他的主人。但因为对吴家剑种没有好感，邓太阿下山时并未把太阿剑带走。这把剑30多年来曾3次自行飞离剑身前去寻找邓太阿，只是邓太阿始终不曾把它佩戴腰间。传世重器多年来早已温养出灵，像太阿剑这般可怜的也是屈指可数了。直到吴家老祖宗吴建亲自将这把剑带给邓太阿，距北城之战前，邓太阿才沉默地接下了这把剑。一道白虹飞过，邓太阿手持太阿剑，剑气满人间。距北城一战，邓太阿一人仗剑一步登天，来到了天门之外，守在天门前，横臂横剑，笑问天上仙人，谁敢来此人间？这一战，981位仙人在走出天门后，被邓太阿一剑一个击落人间，成为敌仙人。一人一剑，让整座天门内都没了动静。桃花剑神的剑术如何？剑术通天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